小朋友，咱今仔日来，你敢知咱今仔日来要创啥？提宝粽，哎，是讲，船长唔知走去倒位咧，咱找看卖是走去倒位才会当提宝粽，咱试过看卖好不好？好。你看，这有一支钱咧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咱看到这钱要安怎做啊？提去警察局哦，大家拢感觉是提去警察局。嗯，咱即摆敢要家己提去警察局？好。等着啊！因手头摕是我的钱，互阮等着啊！哈？惨嘛！互你等着是啥物意思对，啦？我甲恁讲，恁就是叫我等着。啊？要听解说，先甲恁的名报起来。哦，小朋友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警察大人。好，你自我介绍你是啥？新乐，新乐。我是hen英，我是朱酸，我是一点。哦，恁好，哦，心乐代表扣起来吼。迄钱哦，我甲你讲哦，头先我就是要试验，你若是看到唔是恁家己的物件的时阵，恁会安怎做？因为即马哦，就是有一寡歹心的人，伊就是用一个陷阱，伊就想讲咱人拢足好的，看到物件会扣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扣的时阵，有人就会冲出来讲：查啦，你爱要求赔偿。即马定定有这种状况出现啦，会去用诈骗啦。我请问一下，若是拄到这个状况的时阵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上正确的方法就是你放喺遐，拢卖动。拢卖当啊，对。你就放喺头先嘛，唔是伫遐，头先伫遐。来，你这个。对，你就是甲，唔是你的物件，看是钱还是贵重的物件，你就是留喺原本的所在，拢卖叮当，敲电话给警察，还是讲迄个场所的负责人，还是主人，请伊来直接处理，咱拢卖去卡，安尼才法度保护到家己。是，了解。才会同学，恁敢捌伫个路的捡过啥物物件，还是伫倒位捡到，不管是钱，还是一寡贵重的物件，敢有？我到伫学校捡到50块，啊摕去互主任。哦，摕去互主任。安尼会用的啊？哦，安尼会用的，因为若伫学校，应该对啦，直接学校较好处理啦。真正足多谢你，互阮这么正确观念。爱啦，拜托的。哦，想袂到你这么恩道，对是。这么善良，对这么乖，这么好呀！我感觉你好。唔是我看我听了就欢喜。我真心的。真心的。你应该互阮提保障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是无？恁敢有想要提保障？有，来。提起买啦。这就是保障。提起买。是我情绪好。好啦，既然你要提保障，搁有学到这正确的观念，就互恁来提。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来噶。台语上咧等，人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头先安尼小可开讲哦，家己最上的小朋友台语敢若真好讲。伊弟，你拢甲谁讲？阿公阿妈。阿公阿妈，听讲因拢有一寡兴趣哦。恁家己平常时啊学的兴趣是啥？有咯。人龄啊，你是人龄的部分。哦，人龄迄一群人敢若差不多爱10几个哦。几个人12？12个。你是人领头还是领尾？中的。哦，困难度伫倒位啊？爱跳。哦。啊，所以你的部分是？导览车。导览车。哦，迄就爱真需要技巧啊！我感觉你们有机会哦，互因来表演一下，来感受一下。来哦，要甲恁考验哦。准备好，现在卡。来，几个字？两个煮饭的时阵用到的。煮饭的时阵。油。唔是，2个字哦。导游后边迄个人的身躯顶上有。太
哎呦，欠胖呢，厉害呢。如果就一个关，来去讲啥？你讲大声伫的。我后壁迄个人的身躯有黑笔，哎呦，啊，有一个，几个哩？伊就要的时阵，啊，讲到腰啊，讲到腰啊。哇，错错，来几个哩？用时阵的台，用卡台，顶冠机，哎呦，对，一来几个哩？龙海伊你咧写物件的时阵会用到的 FB，不是体一个部分，人体一个部分，是吧？是啊，怎样？啊是要拍死，拍死，好。哎呦，三海伊。三哩 bonus 哦，bonus 来啊用！到的时阵会讲歹势，对面的人会讲啥？无要紧。啊，我的 bonus，哎呀，龙海伊，感冒的亲情，感冒的亲情，刘丁，哎呦，当时是亲情是阿哥啊，是阿金，龙海伊，你即摆身躯顶讲有诶，伊是用你的名，还有啥物物件？哎呦，一点厉害哦！几个哩？哇，哇，好累哦。无力啦！啊，好哦，来复习一下，两位表现了拢真好，大家拢表现了真好。来哦，过一个机会，莫讲到枵，你要食饭的时阵，你会感觉感觉安怎？哦，感觉怎三会离安尼？你若是无食物件，会叫？无食物件伊会叫。伊会叫。好来，后一个安怎念？大那。你要写伊的时阵，你会用到伊去想的头内底头内底有啥？哦，对，两个拢讲了真好。bonus，厉害呢！头先恁是安怎去讲去摇着？你安怎摇着？对不起，啊但是对我甲你讲原谅你的歹势时阵爱讲。，啊，你爱讲啥对无？我伫学校的时阵嘿，同学无说你教我的物件，车倒，用歹呀，用歹去，我就讲不要紧啦。我甲我阿母讲一个就好啊。哎呦，哇，伊规个讲故事的呢。中大型哦，这厉害！好，来，咱看觅啊，五题，哎呀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佮加上 bonus 的一块、两块来，请摕。好，直接摕两块哦。好，迄两块直接搭咧后壁吼，拢会用的吼，看要搭伫咧倒。这是沙尾啊，甲米蟹。好，这边来吃。哎呦，水上的朋友不遮厉害啊！第一关就摕着两块大片，来，后一关，进来个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两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哈哈哈，讲故事，啊，毋过伫讲故事进前，小朋友真厉害，因会晓高连车呢。头先有讲到是倒两位小朋友咧？我两会哦，啊，恁会使合作做伙徛安尼啊？会使。哦，安尼敢会使请表演互阮看卖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哇！哇，这招数无共款的呢吼，毋是讲安一直徛就好啊。哦，哦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哎，你快用它。哦，用卡，今摆囡仔才华够好的啦。好，这翠姐，来，两位同学来，咱来食。恁学偌久？阮对2年的开始学。 2年，对哦，到即马学3、4档啊。嘿，啊，爱偌久才我就徛起，讲真正。一两个月，应该1、2个月。一两个月啊，啊，恁敢有去参加比赛？无呢？哦，就是兴趣表演呢。表演对尔。啊，毋过即马要来讲故事啊。好。来，请抽牌。我上介意的单元。是啊，我嘛真介意。对啊。我好，来，咱请显开。嗨，很开啊！来，啊，甲插起来你。唱好来。讲完，啊，第二个是啥？咖啡咖第三个羽毛球，第四个马椅、手拼啊，行啊！一百个。我早顿的时阵，阿母互我钱，我就去买贡丸。
我食完早顿的时阵，家去咖啡店，问我上介意的咖啡有够香的啦。食饱以后爱去运动，我去拍羽毛球。哎呀，哦，转去了后，我看到工人爬马椅修理物件，摕物件先。哦，伊咧修理物件的时候，迄工人的迄裤底啊，拉一条手巾啊，拉咧涂骹，我就甲手巾啊互伊了。来，我想讲，我就转去，我就直接，我就散步转去阮兜啦。我就甲阮妈讲即件代志，讲我足热心的。好爽！我甲头前的拢讲得袂歹，拢介顺吼。到尾伊遐小可回回遐。哎，因为你又讲拍完羽毛球要转去，要转去倒，伊就是突然间敢若无一个方向的感觉嘿，亲像伊羽毛球，你拍羽毛球的时阵，啊一个无细力拍伫树仔顶，啊要安怎扣袂着的时阵，看到工人去甲伊借马椅，咱来扣，嘿，嘿啊。就是像这种有连贯一个小所在啦。也是讲拜托工人摕马椅来甲咱斗扣。对，安尼讲实在算袂歹啊。袂歹啊。莫哭啦，好啦，安尼这关就互因过啦。来，请抽牌。来，Q 姐。哎，第一位其实足难的呢，这起头啊。来哦，请掀开。来较差给你哇，这啊！唔难呢。海影。狗啊，谁呢？报纸、插头。哎呦，插头木头。无啥好讲，啊，不过你就尽量讲。来哦，引来噶。来。我下早的时阵，早顿食了，我就拄好咧看电视。阮妈就讲吼，最近吼，迄风台内有真侪人咧看迄海影足水。啊，不过吼，咱莫去海边啊，因为海边啊足危险的。我妈讲到一半时，就甲我讲吼。即摆过年吼，需要春花。所以我家去店内底用买菇仔来念春花。第六年我就看到先仔的头，顺线收着买报纸互阿爸看。我伫行转去厝的时阵，我踢到插头。无小离跋倒，我就伫遐咧哭。阁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你安怎无？我讲我无安怎，伊就带我转去厝。无啊。这简单啦。来，你也系我。第一个就爱考。看电视啊，风台是什么时阵出现？热天。通常是热天。热天。来，菇仔是要用春仔花，菇仔是冬天。热天、冬天，啊，搁热天，咸，搁热天。哦，这精彩啊咧！伊看到伊死去的迄呢？伊看到一个死去的先仔，啊，结果伊就常想着讲要去报纸。安尼就。所以这两位较无一寡关联，安尼咱就靠半的，好不？真正讲故事无简单，你嘛足厉害，拍波啊，甲因拍波啊，鼓励一下。厉害！心路来表现了真好，咱来看卖高地长内两块大片来。想要去摕，摕两块，好。我去他们来。手竿啊！好，手竿甲分班来。这里哦。爸，你想要靠哪位？好，拢会用的哦。哎呦，这组表现了真好，已经摕4块大片，来到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够选。想要甲恁请教一下，恁敢有介意拍肉球？拢有拍过啦吼。啊，恁是较偏攻击还是闪的迄种？闪是闪的。哦，今仔日来힘姐姐要带大家去看全国拍肉球冠军的队伍，咱来看卖因到底是安怎训练的。引来。防守，蹲地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常的一缕花黄大欣。
郭比国小啊是2022年全国的肉球比赛的冠军，嘛是一支态度非常好的肉球队哦。因若互我感觉最好奇的，就是这支球队啊，因对赢到底有啥物款坚定的信念，会当互因成做是全国的冠军呢？今仔日啦，我特别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一下。咱今日来到郭比国小啊，邀请到咱的全国的肉球冠军的教练来甲因请教一下，全国的肉球队这么侪队，就是你感觉是安怎？恁这队就有法度成做是全国的冠军，是有啥物特别的原因？阮主要会要求囡仔的体力，所以基本的体力一定爱比别人更较好。伊的反应嘛爱紧，平常时下课时阵会家己找时间，互相相练，平常时的球感就足好的啊。主要我伫安尼战术顶悬有无共，别队拢是前后安尼拍，我主要我搁加入左右两边的拍法。好，就是粗粗的。安尼别人就无法度去准备好要接伊的球。若是因出去外口咧比赛时阵，就是你敢会有甲因一寡什物精神喊话，互因更较有信心的安尼。我主要会甲因讲，恁练到今仔日啦，恁就是全国第一。因为因会足相信教练讲的话，所以咧拍球时阵就够有自信。主要囡仔嘛足爱即个运动的，因一徛出来，迄个酷势就看得出来，甲别人无共款。因咧画迄个口号的时阵，就是做有力的。教练，我甲你讲哦，其实啦，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国小的时阵嘛，做介意耍肉球的。毋过咧耍肉球的时阵，我是介意做迄个共坑的人，就是因为我感觉伫咧内底啊会互坑，感觉足疼的。讲到疼，我特别甲大家考看卖下哦。大家敢知影咱人体倒一个部位对疼是较无敏感的？是咱的脚趾片，还是咱的手？大家感觉是倒一个？哎呦，身体倒一个部位是对疼较无敏感？较无哦，是较无哦。脚趾片，脚趾片。为什么是脚趾片？对啊。因为你要讲一个原因吗？足侪骨头啊。你讲手足侪骨头的是无？脚趾片足侪骨头的，较袂遮疼。对。手会用到，也歪到，还会插讲啊，你讲啦，久诶。会歪到，会去折到啊，会折到，迄规个人正起。嘿啊。所以恁要选啥？脚趾片。来看卖一次，敢安尼？哎呦！所以恁要选啥？脚趾片。来看卖一次，敢安尼？哎呦！无唔对，就是用脚趾片，伊是较无敏感。尤其是咱人体有一寡所在是油脂较济，较有肉的所在。对啊，尻川。亲像对尻川、手肚，还是骹肚，还是大腿的外边，伊这边仔拢较有肉，较有油脂，所以拢是较袂疼。伊疼拢是短短啊只，一个啊，一个啊尔，一个啊尔。啊手咧，上疼就是手，指头啊尾，对。伊是人体上敏感、上疼的所在。真的，你有捌互迄纸刮到？有啊，就是一个刮哇，啊，就是指头啊，哦，就是。足疼，恭喜恁第一题对啊！厉害！咱来看卖后一题。咱即摆邀请到咱3个肉球队的队员哦，咱要来甲伊借问一下，就是恁感觉伫咧比赛过程，还是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敢有啥物互恁印象上深的代志？冠军的时阵，第一叫阮输去，后来逆转胜。一开始恁输去的时阵，你敢有感觉你的心内感觉安怎？足紧张，足紧张。敢有人是捌伫咧过程当中感觉哦，有够忝的，都想要放弃，无想要搁拍这个球安尼。哇，你有？啊是安怎？本来要放弃啊，毋过落尾搁继续拍落去。因为想要摕冠军。啥你会接想要摕到迄个冠军哈？因为已经练遮久啊，放弃足无彩。哦，我想要问看卖恁3个感觉对失败还是对输是什么款的想法？永不放弃就还有机会。哦，哇，就有道理的呢，啊，哪是你的？就搁转来练到会当第一名。哦，就是输无要紧，继续一直练就好啊。讲到输啊，我特别问大家哦，唔知影恁敢有听过台语内底小输这个词？啊，恁感觉是两边拢输的意思，还是插刀的意思咧？小输是两边拢输，还是插刀的意思？插豆，哎呦，这紧就答案啊！插豆。你若感觉唔是两边拢输，
无可能嘞，我感觉应该是喏，相信差斗。对。因为直觉就是头先就是讲就是差不多。好，既然恁这么坚心，所以恁选的是啥？差斗。小输敢是差斗咧？敢安呢？水，无唔对啦，其实小输就是头先咱一直咧讲的，咱华语讲的打赌。家己啊，真正袂歹呢吼。对啊，会真好呢，一个音出来就有啊，真厉害，两题拢对，通啊摕两块大片来啊，请摕啊。哎呀，春一片，伊得摕杯哦，干妈做鱼，看要大家拢会用的。哎呦，看起来伊得是有经过思考的哦。敢摕到宝藏嘞，赢来个！哈哈，来呀，到底敢摕到嘞？再来小苏姐。好，要差斗。来啊！我差因会对。会对，啊你？袂对，我猜赢，会对。袂对。你哪会当呢？无啦，无安尼啊。因为宝藏是阮的啊。我就差你袂对，啊你若真正对，搁送恁金箍箍。真罕的有国小会使摕到哦。真罕的哦，好来哦。啊，到要刷位。分手位无？哎呦哎呦。免啦哦。好来，水上的小朋友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请杯。大啦嘞，较大啦嘞。哎呦！颁奖颁奖颁奖！刚刚得到的是庆良烤古组啊！这些物件，这下了济啊！这下了济啊！注定啦，一定爱。这下了济啊！该互人的物件就是爱互人哇，嘛。这下了济啊！搁了金箍箍，你就头先我卖小输啊！你要插倒，搁插倒啊！加钱啊，加一个金箍箍无去。唉，心情啥款？就欢喜。就欢喜的啊！人嘛较在对南部来。嘿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我爱较笑的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台语真正，因为台语真正讲了袂歹啦，继续加油，继续讲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好啦，再会啦，恭喜啦！讲台语就会摕到宝藏哦。对啊，搁有摕到金箍箍啦，那才好。刚刚我袂小输啊。哎呀，莫搁小输啊，拢是。